北大嶼山巴士路線37A 由新大嶼山巴士營辦，循環來往長東村、長月樓及東涌站巴士總站，途經裕雅苑。此路線屬上課日繁忙時間服務的37線之特別班次，這種主線只於繁忙時間行走，支線卻提供全日服務的情況，甚為罕見。歷史開辦背景：為配合東涌北裕雅苑入伙，運輸署和渝巴於2022年1月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，建議逢星期一至五（公眾假期除外）上午繁忙時間增設37A 線，來往裕雅苑與東涌站。原計劃視乎裕雅苑入伙情況，於2022年第一季投入服務，為有所順延。路線改動原格：2023年3月27日37A 線投入服務，2023年10月30日尾班車時間延至8點30分，其中8點正起開出之班次以東涌站為終點。2024年9月16日增設與港鐵的1元成人八達通轉乘折扣優惠，指定車站為東涌站。2025年10月18日延長至長東村，並提升至每日全日服務，服務時間為5點30分至22點正。此路線提供巴士到站時間預報查詢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3.9元用車，根據運輸署服務詳情表，此路線使用3輛單層巴士行走。使用狀況：根據巴士路線計劃，此路線載客情況如下：2024年最繁忙1小時內載客率為37%，